大家问千万日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面对有可能出现非洲地质疫情，防疫过程就要更加谨慎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“紧”，读过用紧第二条。台语字典解释“紧”的意思，就是细腻、小心、斟酌。咱讲谨慎，若是讲一个人讲话谨慎，就是谨言；另外谨慎爱防备，就是谨防。还佫真有诚心来准备礼物。过去较古早、较文的古法，就是谨句。另外讲一个人真有礼貌，甲人祝贺，就是谨贺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谨防，意思就是谨慎来防备、来提防；第二个词读做谨言，意思就是讲话爱谨慎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现主时极端气候不时出现，大家都要谨防一粒落向降雨，恐惊造成严重的灾情。也毋过面对各种的天灾威胁，大家嘛就要冷静、爱谨言，唔通乌白传消息，才袂造成一寡民众心惊胆怯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紧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